正當國際社會都留意本港佔中發展之際，有美國智庫研究員再次喺網上面發表文章，就話本港嘅佔中行動同美國喺全球多地暗地推動嘅顛覆政府活動類似。美國地緣政治智庫 Land Destroyer 嘅研究者卡塔盧奇繼踢爆美國喺幕後資助本港嘅佔中行動之後，佢再指出美國滲透本港政壇嘅目的係想令到香港成為外國勢力顛覆中國嘅中心。而佔中行動發起人戴耀廷同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曾經多次出席美國國務院轄下嘅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 同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 NDI 所舉辦嘅論壇同埋活動。佢就話美國國務院一直喺財政、政治同網絡上面支持佔中，而佔中支持者例如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等等，亦都同 NED 同 NDI 關係密切。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訪美嘅時候，曾經喺華盛頓同 NED 政客會面，更加曾經喺 NED 一個討論香港民主進程嘅研討會上面發言。卡塔盧奇分析就話，佔中真正嘅目的係華府、英國同美國金融界喺本港實行軟性再殖民計劃。如果北京最終俾收受美國資助嘅人主政，到時香港已經唔係由香港人管治，而係由西方勢力操控。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